合报道。今仔指挥中心正式改编了，只剩医疗照护机构、有救护车会个继续挂催案，政府会继续提供疫苗，让民众来做。也毋过病院诊所会当开始收挂号费。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1会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咱是阁还未收到邀请，也毋过已经投诉外国媒体，望争取理念相像的国家协助咱台湾加入 WHA。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开设1197天了后改编，为5月初1开始，台湾正式进入疫后新生活。民众出门要挂催案，敢若剩医疗照护机构甲救护车爱强制挂催案。快台骑名册虽然退场，不过民众也是会当去药房甲超商等等的通路买快台试剂。公费新冠疫苗会持续提供，不过医疗院所会收挂号费。长新冠症候门诊会持续到今年10月底为止。距离上次感染或者是打过疫苗的时间可能已经太久了，超过半年以上，甚至已经有1年的话，那其实还是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哈。那在人群里面可能要戴好口罩。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1日会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卫福部长施瑞元初1伫立法院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邀请函，19要是会如期带团去参加。而且顶一日已经投稿去外国媒体，希望找更较侪理念相同的国家，协助台湾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在 WHO 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忽视的一个不公平待遇，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友好国家的努力能够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国际参与。那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表示，若是选调总统，一定会把高端疫苗采购的公文全部解密。针对这点，施瑞元强调讲，高端已经家己公开介绍，以尊重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